大佛堂应该先参加哦。你看这丹顶鹤嘛，丹顶鹤还有莲花哦，你看还有龙哦，你看漂亮。那今天举办读经评鉴会考，还有那个素食研究会。你看没有大舞台，那是要在那个，要在楼上，要在大佛堂举办活动了。前方那个漂亮的，你看店，好像叫气垫乐园哦，慈心亭民乐园，你看，弥勒祖师像，你看，菲律宾到金捐款新建的呢。